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书剧场，海边啊探险记。琪琪的阿公报名生态导览活动，嘛替乐乐、心心甲康康做伙报名。因要去海边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，大家拢足欢喜。若受到清凉的风、柔软的沙坡，也阁有宽阔的空色大海，心就哪像要飞起来啊！阿公，我就期待生态导览活动，希望迄天赶紧来个。阿公甲你同款哦。出发的日子总算是到啊！因伫咧游览车顶食好食的点心，啉清凉的果汁，窗外风景足水足水。游览车离目的地愈来愈近，大家拢冲甲强要坐袂牢啊！大家紧看，是大海呢！哇，就是阿公看因袂堪得等的形影，足古锥的，欢喜甲笑嗨嗨。拄到位，亲切的导览员姐啊，甲因带到海石洞的洞口。姐啊讲，行入去内底，就会看到美丽的景色。大家好，我是导览员姐啊，我带恁做伙入去这个海石洞。内底足水的哦！乐乐想到要入去神秘的洞穴内底探险，感觉足乐痛的。哇，我等袂赴要入去探险嘛！我嘛是。心心甲琪琪嘛真期待，唔知影等一下会看到什么咧。不过洞穴内底看起来乌酥酥，空空感觉惊惊，无啥敢入去。是讲内底足暗的，有阿强无？康康免惊，阮会陪你。对啊，也阁有阿公甲专业的导览员姐啊陪伴，免烦恼。康康免惊，咱做伙行。心心甲康康加油，乐乐甲琪琪嘛甲康康加油。阿公安慰康康讲：“康康啊，你若是会惊，无入去嘛无要紧。阿公会伫外口陪你，等大家转来。”我要是入去好啊。康康想想咧，决定提出勇气行入去。洞穴内底乌乌暗暗，也阁有回音，就若像有恐怖的妖怪要伫内底讲话。康康甲好朋友的手牵条条。康康免惊，有阮伫咧。虽然一群好朋友一直鼓励康康，也阁有导览员姐啊甲阿公陪伴，不过康康也是感觉真惊吓。有要紧无？康康雄雄大声叫，所有人拢惊一条。康康足惊的，伊讲：有妖怪伫我的头壳顶流水汗。导览员姐啊，赶紧用手电啊往顶悬照，安慰康康。免惊，迄是为洞穴顶面滴落来的水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康康小可较放心啊。行咧行咧，头前出现一丝仔光线，就伫要到终点啊。因真乐痛，行搁较紧，缀导览员姐啊继续向前行。咱得要到啊哦！哇，有够水的！康康抬头看，水直直赞叹。日头光
为海石洞顶头的空照落来，甲各种形状的岩石照甲光死死。岩石顶面特别的花纸看甲真清楚，当迄敢若一座美丽的城堡，实在壮观呢！真酷哦！我头一摆看到耶！刚才我有甲大家做伙来，才会当看到这么赞的画面。空空的心，若像互日头照光，袂阁惊。伊足欢喜家己勇敢行入去海石洞，才会当亲目睭看到这片难忘的自然美景。